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話咁快咧就6月放暑假啦噃，唔知大家準備好未咧？我自己嘅第一個準備咧就係幫自己整咗呢個眼一毛啦。咁我都趁呢個機會咧，同大家講下6月嘅樓市走勢啊。首先喺6月4號咧，加拿大央行咧就宣布將呢個隔夜利率目標維持喺 2.75%。咁呢個咧係連續第2次維持不變嘅咯噃。呢個利率其實比起上年嘅3月嘅5%都低咗好多。大家又點睇呢？咁至於6月嘅樓市情況咯，今年嘅5月同上年嘅5月比咧，喺大溫地區私人住宅嘅銷售咧，其實跌咗 18.5% 啦。咁銷售跌咗，但係貨源呢，就係比起過去嘅10年同季節嘅平均數咧，高出 45.9%。OK， 唔記得呢啲數據唔緊要，總括嚟講咧，而家係一個買家嘅市場 ，buyers market 都幾難得噶。咁邊3個地區影響最大咧？分別有 Burnaby East、Richmond 同埋 West Vancouver。咁我哋 zoom 去 Richmond 睇睇咯噃。今年嘅6月同埋上年嘅6月咧，獨立屋嘅平均尺價咧係跌得最多嘅。咁其次就係 townhouse， 然之後就係 condo。咁而獨立屋平均嘅尺價咧係753蚊尺 ，townhouse 咧就係726蚊尺，而 condo 咧就係832蚊尺。咁當然樓齡同埋佢哋嘅地區會好影響佢哋嘅價格啦。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話，就可以留言俾我。咁希望我呢個6月簡報幫到大家啦。拜拜。